今日咧同大家咧去講解咧喺設計姓名呢一個文字入面咧，喺呢一個60年代、70年代出世嘅朋友咧，就好多朋友都會運用咧呢一個字咧為自己為下一代嘅男孩子咧去設計名字用得係最多嘅。呢個就係咧好多人都好喜歡嘅，就係發達個達字啦，抵達個達字啦。呢一個達字咧有好多嘅意思啦，譬如好似係直通車、直達車啊，或者四通八達咁解啦。亦都代表咗咧英文叫做 arrival 啊，即係到啦，同埋咧就係咧實現啦，就係馬到功成啦嗰啲咁嘅意思啦，同埋咧就係呢一個抵達啊、完成啊咁解。亦都代表咗係表達咯，即係令到人哋明白個真義啦，同埋表現出嚟啦，show off 啦，同埋通曉啊。通曉成件事咧，都係用呢一個達字咯，或者可以咁講，就叫做表達個達字，都係同呢個達字係有關係咯。咁顯達啊，亦都代表咗係顯貴啦，同埋咧就係咧恆常不變咁嘅意思咯。再亦都代表咗咧個人咧就係呢個寬宏大量啦，有呢個豁達啦、宏達啦咁解嘅。咁而咧呢一個達字咧，咁啱唔啱你嘅命格用咧？先咧同大家咧去做一個簡單嘅剖析先啦。你見到呢一個達字咧，佢有個艇仔啦，上面做個土啦，下面做個羊啦。咁你好簡單咧，成個字咧，如果你問我五行屬乜嘢嘅話咧，其實呢個字五行咧就屬土嘅。第一上面有個土字唔使講啦，有土字都唔係屬土。另外羊喺12生肖入面咧，呢一個啦屬龍啦、屬狗啦、屬羊啦、屬牛啦，都係五行屬土嘅。咁直頭寫個羊字喺度，咁即係簡單啲咁講，亦都係代表咗係屬於土咁解咯。咁咧你見到下面嗰個艇仔，好啦，加少少教學俾大家認知啊。下面嗰個艇仔咧，即係其實代表咗咧就係個丑啊，子丑寅卯個丑啊，亦都代表咗咧就係寄居喺岸邊啊嗰啲船咁解咯。咁代表係一啲濕泥而呢啲濕泥咧亦都可以咧就係種植亦都可以養到，即係叫做醖釀到好多礦物質咁解咯。所以成個達字咧都係咧同五行咧同土有關係嘅。所以咧，如果你話要運用個五行咧幫人設計名字嘅話咧，咁溫馨提示翻啦，呢一個達字五行就屬土啦。之前咧邀請大家記得咧訂閱咗咧就係我呢個 channel 啦。我呢個 channel 咧免費為大家咧去講解翻啦喺設計名字入面每一個字咧帶出嘅意義係啲乜嘢啦，同埋咧對於你命格啱用咧有啲乜嘢事情咧係會有啲好事發生啦。如果不合你命格嘅話咧，又有啲乜嘢咧要提早俾你預備啦，或者你經歷過咧 check 到自己咧就係原來你用緊個命咧係不合用嘅喎。所以記得啦，就訂閱咗我呢個 channel 啦。每一次咧有新嘅 podcast 上架嘅話咧，你就可以第一時間咧就收到啦。又或者你本身咧有啲乜嘢字咧，你好想問到底呢個字咧啱唔啱你命格用嘅話咧，你都可以喺下面嘅留言咧同 Ken Sir 去溝通翻嘅喎。咁至於合唔合適命格用咧，如果咧不配合你嘅命格用嘅話咧，呢啲朋友咧就會咧好多時咧思考力或者佢表達力咧都會大打折扣啊。尤其是係乜嘢土就會制水啊嘛，咁即係咧令到你思考力啦、變通性啦，你嘅個人嘅智慧咧就發揮唔到，或者簡單啲講就係詞不達意咯。同埋咧呢一個達字咧，亦都咧不配合命格嘅話咧，好容易會有呢個腸胃嘅問題啦。尤其是咧會經常咧就唔係好願意食嘢頂住個胃咁解咯。咁但係如果呢個達字咧配合到你嘅命格咧，第一咧不論男與女咧，佢都係非常之大食。不過暫時我淨係見到有男士咧就用呢一個達字居多咯。另外咧呢個達字嘅話咧，佢講得出嚟做得到，佢喺人生之中咧就好有呢個目標感，好有呢個意志力。即係不到黃河心不死，咬到下唇出血都要達到一啲目標效果同埋咧發揮到自己咯。所以對自己嘅個人形象或者行出嚟咧嗰種追求咧係非常之嚴謹咯。所以做一個文字咧啱唔啱你嘅命格咧係非常之重要。最恐怖嘅地方咧，好多人設計嘅名字咧就盲目咧就只係從呢個筆畫嚟去着手，欠缺咗一個融通性咧，幫到咧一個咧初生 baby 或者一啲成年人咧喺提升運氣入面咧點樣咧去達成一啲效果。因為記住一樣嘢，
人生咧係追求咧係效果嘅，唔係咧游水跑步人做，即係人做我做，或者係等事情發生啊。雖然你嘅名字係你嘅父母對你嘅寄望，佢嘅寄望同你自己嘅寄望會唔會有差異呢？係咪父母嘅寄望係一定啱呢？嗱，有少少好大逆不道啊！咁但係咧，我想講翻轉頭嘅話咧，真正咧去掌握你自己人生咧，或者你要面對同埋要行一條路咧，都係完全靠你自己咯。父母只係咧去支持你咧，就去到18歲或者去到你20零歲，你始終都要面對呢個社會㗎。嚟緊嗰50、60年都係靠你自己咧要去行咯，明白嗎？下一次再同大家講其他嘅中國文字啊！如果你想查詢你哋咧認識嘅朋友或者自己個中國嗰個文字咧，同你咧配唔配合用嘅話咧，你可以留言話俾 Ken Sir 知喎。下一集再同大家講其他嘅中國文字啦，拜拜。